Rage Over a Lost Penny 嘅 Introduction。貝多芬喺1795年所作嘅 Rage Over a Lost Penny， 中文翻譯做對掉失嘅1分錢嘅憤怒，係一首好活潑、好幽默嘅樂曲嚟嘅。大多數人呢都熟悉呢個綽號嘅曲名啫，但係事實上呢，佢正式嘅曲名呢就係 Rondo a Capriccio Opus 129。嗰個古仔呢就係描述貝多芬唔見咗一個仙嘅硬幣，佢喺自己嘅住所嗰度呢翻嚟覆去咁樣去揾佢，都揾唔到。佢呢就好憤怒，懷疑呢係佢嘅女僕人偷咗佢嗰個金幣。女僕人呢就嚇到離家出走咗，從此再冇音訊啦。貝多芬嘅鄰居呢就聽到佢啲家私碰撞嘅聲音，認為呢一位大師呢正在瘋狂咁向揾佢失咗去嘅金幣。作曲家 Anton Diabelli 喺1828年於貝多芬去世後呢，就同佢出版咗呢一首樂曲。Rage Over a Lost Penny 呢個綽號曲名呢係嚟自呢個手稿上邊嘅，但係嗰個筆跡呢就唔係貝多芬嘅，其實係佢個朋友 Anton Schindler 寫上去嘅。貝多芬自己寫上去嘅標題呢就係 Rondo alla Ungherese Quasi un Capriccio， 指嘅呢係匈牙利風格嘅迴旋曲。貝多芬認為呢一首樂曲係佢最完美嘅單張樂曲嚟嘅。好，現在呢就介紹作曲家同埋鋼琴家 Ludwig von Beethoven。貝多芬呢係德國人，出生於1770年，就死於1827年，56歲。驗屍報告呢指出佢係死於重金屬，係鉛毒。貝多芬呢係西方音樂其中一個最為人敬仰、最偉大嘅天才作曲家。佢呢就可以將自己嘅感情表露無遺喺音樂上。好可惜，佢喺1796年26歲就開始漸漸失去聽覺。開始呢就聽唔到啲高音，漸漸呢就聽唔到更多嘅其他嘅音。佢曾經考慮過自殺，但係佢就話 It is impossible to leave the world until I had produced all that I felt called upon me to produce。1814年佢45歲嗰時候呢，已經完全聾咗啦。我哋可以想像呢一個偉大嘅作曲家完全聽唔到音樂去作曲嘅挑戰同埋困難。羅超微第一部分呢就採用咗 Cactus Production 喺2017年出版嘅 Rage Over a Lost Penny 嘅動畫短片。然後呢，跟住佢就採用咗2021年由 Evgeny Kissin 彈嘅 Rage Over a Lost Penny， 用12種唔同嘅顏色去代表12個音符，叫做 Harmonic Coloring 嘅動畫圖形譜，去代入我哋兩個人嘅虛擬鋼琴4手嘅錄音。好，請大家欣賞，多謝。